未來3年能活落嚟嘅生意只有一種低成本、高效率，原材料、人工、房租不斷上漲，再靠堆人頭抗規模，規模就唔係實力，而係負擔。蘋果、耐克越做越輕，核心唔係重資產，而係供應鏈同品牌價值。酒水行業更係如此，高房租、重庫存，一遇波動就容易出現現金流壓力。雲倉酒莊走嘅就係輕資產路線，不壓貨、不重團、不依賴大面積門店，用數字化供應鏈提升效率，把成本結構做輕做穩。而家嘅商業邏輯已經變咗，流量靠內容，效率靠工具，組織要精簡，小團隊加 AI， 將決策做準，將執行交俾系統。真正嘅安全感唔係節流，而係成本有彈性，擴張能複製，調整能靈活。營收如果降30%，你嘅生意仲能唔能穩？扛唔住，就係典型嘅重資產高風險。未來嘅核心競爭力從來唔係做多大，而係做得多輕、多穩、多高效。結構輕先至係最長久嘅競爭力。